件事情若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坟头上的草一定比现在的你长得还要高。我有办法把这白银千两装进咱俩的口袋。我没兴趣。你一定会有兴趣。我跟你说，我知道这个反贼杨连的尸体在哪儿。什么？我亲眼看见那个墓碑上清清楚楚地写着“杨连”2个字，是醉月楼的花姨给这个杨连收尸埋葬的。胡说！你根本就不识字。我跟你说，我亲耳听到这个醉月楼的花姨还有那个杨冬晴在那儿哭喊着：“哎呀，杨连呐，杨连呐！”哎呦，这个场面那是非常动人呐，很感人，很动人。而且我还知道，这个杨冬晴就是反贼杨连的女儿。你真的知道？当然知道了。这巡抚衙门已经贴出告榜了，悬赏白银千两。你看得懂榜文？师傅，虽然说我不认识几个字儿，啊不是，虽然说几个字儿不认识我，可是我的嘴会问呢，是那些街坊告诉我的。师傅，虽然说我一直不知道您是在哪个行当上发财的，但是我心里明白，师傅您一定是一个浪迹天涯、闯荡江湖的真英雄。所以说，我决定把这个白银千两我给它赚回来，我天天把您供养着，您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要不这样好不好？您干脆把您那个很危险呐、很辛苦的工作给辞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把您当我亲爹一样供着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就上巡抚衙门领钱去啊！回来，领什么钱？悬赏花红啊！我决定去告密去啊！哎呦，师傅，您徒弟我那可不是一个一般的人渣，您太低估我了。您可爱的徒弟我曾庸啊，是一个极品人渣。嘿嘿，我决定啊，把这件事情一五一十的找巡抚大人潘汝贞潘大人，我向他告密去。你敢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情若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向你保证，明年的这个时候，你坟头上的草一定比现在的你长得还要高。师傅，是，你放心，我拿我的性命担保，这件事儿只有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可我还是不信，毕竟他们几个都是袁将军派来的。这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。还是那句老话，小心驶得万年船。而且呀，
看着我，肯定没好事。这是你死去兄弟的令牌，冬青姐让我转交给你的。10位兄弟惨死，我石破天若不能血债血偿，誓不为人。麻烦你帮我谢谢冬青姑娘。哎，各位都是自己人了，还客气什么呀？还有啊，话一说了，各位一路南下，真是辛苦了，特地叫人备好了热水，要我领着姑娘们伺候各位沐浴更衣。啊，太好了，舒舒服服的洗个澡。江浪，不得无礼。哦，麻烦你跟花姨说一声，不敢叨扰。各位到了醉月楼就是贵客。再说了，你们都好几天没有洗澡了，都快熏死人了。爷爷呢？我们好生伺候着。好嘞，走吧。走吧，爷。大哥，这边请啊，请啊。大哥，别挑了，就我吧。大爷，你怎么光脱鞋不脱衣服啊？穿着衣服，我怎么给你搓背呀？我喜欢泡澡之前，先洗脚。哎呦，别那么多事了，赶紧脱了吧。我给你洗脚、搓背，保证舒服。这么多疤，怎么就没见到我要找的？姑娘，你看什么呢？你不是给我擦背吗？怎么不动了？哦，嗨，瞧您背上这么多刀疤，都把我给看傻了。这都是我在战场上留下来的疤。哟，那就是英雄疤了。爷，您可真是太英勇，太有男子气概了。姑娘，来，你进来干嘛？等一下。这位壮士，你不要对我太客气，以后别叫我姑娘了。20年前的今天，我就开始干这行了。今天正好20周年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来，沐浴更衣。哎，等等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帮你沐浴更衣。不，我真的不习惯，请你出去好吗，姑娘？哎呀，这位大爷，刚来的客人都说不习惯，洗着洗着就习惯，而且还容易上瘾。来，我给你脱了。哎，我自己洗，我不需要你帮我。出去！呀，大爷，出去！你就算帮我个忙不行吗？花姨看上去如花似玉，可背地里心黑手狠，对我们姐妹严格极了，稍有不慎，拳打脚踢，连打带踹。我要是把大爷没伺候好，那我就惨了。可是我真的不需要你，你不需要帮我好吗？大爷，你就算帮我好吗？我给你跪下，我现在就给你跪下。姑娘，算我拜托你了好吗？我自己洗就好，麻烦你出去。就解扣嘛，你怕什么呢？干什么你啊？出去！干什么呀？出去！你姐，出去！哎呀，喊什么喊呢？真没见过。真是莫名其妙。哎，你干嘛又跑进来啊？哎呀，至于吗？吓成这样，忘东西了。你撞了。花姨真的没有？怎么会没有呢？是不是没看仔细，没瞧清楚啊？回去再仔仔细细的看一遍啊！人家都洗好澡了，衣服也穿好了，你让我们怎么看嘛？是花姨，难不成让我们再给她洗一次澡啊？这是叫你们去办正事儿，怕什么难为情啊？可是花姨，要你们去就去，啰嗦什么呀？莹莹、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奇怪，怎么能没有呢？
对呀，被那个曾爱弟拿那么重的东西砸了背，肯定要留下淤青的。那这么说，这个岳新川和江浪都不可能是内奸，那不就石破天的嫌疑最大了吗？哎呀，这个马尚飞怎么这么慢呢？淹死在澡盆里了，还不回来？看见了，看见了，花姨姐，我先喝口水。哎呀，赶紧说！我有重大发现。马尚飞，啊，这希望可全都在你一个人身上了。你真的看见了？那当然了。在哪里啊？我能不能先喝口水啊？哎呀，待会儿再喝，快说。在背上。快说说看，在他背上发现了什么？在他背上发现了很大一颗青色，特大一块。那就没错了。我现在就去把这个内奸给灭了。哎，花姨姐，不要那么冲动，你可不能错杀了好人。好人？你说锦衣卫派来的内奸是好人？我没说内奸是好人，我说你不能错杀了好人。可是，哎，可是刚才不是说，在他背上发现了很大一块淤青吗？淤青？我什么时候说有淤青了？我没说淤青，我只说在他后面发现一大块青色，挺大的一块。可是你刚才明明说了，他身上有一块青色的呀，还是很大的呢。我说的不是，我说的是刺青，挺大一片刺青，但是在刺青下面有没有淤血，我没法看见，他死活不脱。你真够讨厌的，干嘛不一次把话说完呀？这么说，咱们现在就没有证据来证明石破天他到底是不是内奸了。